带去读唐诗。春梦，作者杜甫。国铺山河在，城春草木青。感时花溅泪，分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颈短，魂欲不胜尽。简介：这首是甲顶首的月夜呢同一个时期的作品，也是杜甫伫甘紧伫长安京城过当年的春天。规篇拢为着这个梦。尽管这个时阵已经大地春回，但我归所的长安京城，依旧是死气沉沉，人烟稀少。因为历经战火嘈杂，到处战场废墟，乱草丛生，使机用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京城，显得格外凄凉，令人心酸。诗这个移情入境，照景生情，将春天花蕊所含蓄的露水呢，比作是滴滴的血泪，将皎洁的皮球呢，当作是相时分别的悲鸣。花甲鸟都即阵哀嚎咯，何况大同的子民呢？游君梦远，看到长安城外扶手的方向，伊某囝是毋是平安呢？将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对当意会动乱中的家书是何等样的珍贵呢？每年这个暗的所在，溜倒倒的家己本身，毕竟伫长安京城短短几个月，规批头衫拢总变白咯，甚至甲蜡足多，哩哩啦啦的头毛，连迄头尖都插未了。透露这段期间，忧国思家痛苦交千，绝对毋是笔墨有法度来形容的。规篇按大岁的国谱来读唱，这个对家山林离到忧国忧民变成白发焦悴随我，更加增加一层的悲哀，忧望来贯穿定定的推进，缓缓的伤口，意味相承而不并敌，情景兼顾而不游离，感情强烈而不浅露，内容丰富而不复杂，诗句的精炼不得展现魅力，押韵甲节奏，敢若像音乐的旋律同一样。所以咧，成为千百年来最受欢迎的五律名篇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